你最近咧无用啥物？啊，无啥，就体验人生。租赁管理处的责任本来就是爱解决问题。恁敢有闻到啥物怪味？臭酸味。以为是咱的厝骹中和的林先生，你去问伊有啥代志？你看看，真正是真太高，紧来换啦！是跳高，唔知影迄处处敢会想要做互我这种单亲妈妈。这间我袂做，我袂做。你想嘛无够好领哦，讲回来处理，对方真歹去，你来陪我。无是等我24点钟你先拜着啦，笑。威弟，你即马派人来修理，来甲我包租唔管。但我就去网络，互恁新户一粒青，互恁老歹。我不行啊，我会完全变做一只蛇子裤啊！师兄，我已经唔是刑期啊！有一个菜鸟啊，为有人过生的现场转来，3个月大大一闻到迄死人味。敢是地动啊！我的咖啡在摇呢。我有一个文代管公司，挑工甲自杀强提讲甲遮好听。我搬入来了后，逐暗拢亲像在搬几啊戏，互鬼地着是让时无让日。上靠背的是，迄只鬼搁咧嗨讲伊的头胖去啊！无可能啦！我就讲过，我这厝我唔爱租迄50岁以上的啦，我唔爱。哎，这阮自家的起家厝呢，啊，敢有人咧想要动起家厝的？恁新河既然接我这条，动作是愈紧愈好。想我是明仔载我要射出去哦。你好大，我试看卖。你讲的厝主就已经过哦。我是后生，我敢无资格当处理，赶紧办解约，愈紧愈好。我先就讲了啦，啊，今日拄着我吼，送你好运啦！啊，你这间厝吼，都已经第2个外月啊。老实讲啦，你这间厝吼，看起来袂输鬼咧。啊，搁要算这个介绍，啊，若算会出去吼，就真正是看到鬼啊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若是甲厝转售互我，还阁有换命的机会啦。你新河是咧比啥物网啊？我好好的一间厝，啊，即摆咧变做上体去啊！你若是想要用这款讨价包的方式做代志，即马就会使落车。吼，你对员工一点仔基本的信任都无。我看吼，你去做便扫就扫定好。阿尾巴，你搁掠咱所长上去？我来便扫啊，为什么？是着搞哦。所长，泡卫生水啊。放哪哪可实在啊！啊，我都已经甲公司的钱偷偷转来啊！啊，无这是算啥款规则哈？敢会算？你达成目标迄时，嘛甲人提起咱的姓名、身份证，含过界就是犯规。歹人的歹人，就是叫恁遮好人是歹人。我说，真正可怜，对了，要做这款代志时，你敢有考虑？伊摆的是新河的名声，你嘛爱想清楚。你即马是徛咧什么立场处理这件代志？你是今日转来找无你，才伫踮伫遮哟？那是因为这间厝伤侪记忆，才唔甘走。这几年啊，我公司是有较辛苦，啊，毋过为着阮大姊，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这间厝我绝对袂卖了。我是真正就无想要看到迄间厝啊。若毋是因为迄间厝，我的人生也袂变到像即摆呢。后来我想讲，敢是伊感觉我当会起，才会互我第一个甲我现。就亲像迄饼若好食，不管拄着啥物代志，拢袂死味去。咱吼看人若是干那看面，真侪机会是走无去的哦。你即摆甲我当实在你的事无啥共款。你竟然会对伊有遮尔好的评价，
恁拄开始毋是看对方足插啊的，一定有发生啥物代志对无？其实我嘛有无介好的事啊，总是会拄到的嘛。不过，就是因为遐个无介好，所以拄到人生淡薄仔好的事，就会感觉其实家己足幸福的。我感觉伊应该足介意你啊。啊，你咧？你是安怎？你有介意无？若是有一天，你知影我是咧做我该做的代志尔，你应该靠白得，随甲我抛弃继承。你嘛安尼食哦？我看别人安尼食学来的。啥人啊？伊有甲你哭？你甲阮母啊，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我廖春讲是真的。英基，你莫过来！我搁约你去食饭。你讲你无介好，我搁打电话给你。请你后摆莫搁打电话给我。英基，万事拢有上好的安排。思想啊，人类的世界吼是足危险的，你要是做久就好吼。